健康外遊小錦囊。大家準備出發去旅行之前，除咗執齊行李，最緊要係做好準備。第一步，一定要先上衛生署旅遊健康服務網站，睇下最新嘅疫症情報同健康資訊。如果你要去腦膜炎雙球菌流行或爆發嘅地方，記得諮詢醫生接種相關疫苗。而去麻疹爆發地區嘅朋友，出發前最少2星期要檢查清楚自己打齊針未。另外，提早打針預防呼吸道感染。隨身帶備紙巾、酒精搓手液同口罩。如果係有蚊傳疾病，好似登革熱或肌孔肯亞熱嘅地方，記得帶定含避蚊胺成分嘅昆蟲驅避劑。旅途中都要做好預防，保持良好個人及環境衛生。喺人多擠迫嘅地方，好似搭交通工具、電梯或者參加大型活動，建議戴翻外科口罩。平時要勤洗手，或者用酒精搓手液。咳嗽或者打乞嗤要掩蓋口鼻，用紙巾包好，掉入有蓋垃圾桶後即刻洗手。食嘢方面，記住揾可靠有牌照嘅食肆，食物一定要徹底煮熟先好食，避免食生或半熟嘅海產。要飲煮過嘅水，最緊要係進食前同遇刺後一定要洗手。如果去戶外，要着寬鬆淺色嘅長袖衫褲，避免用有香味嘅化妝品。喺外露皮膚同衫上面搽含避蚊胺昆蟲驅避劑。同時要避免接觸動物或者禽鳥，唔好去濕貨街市、禽鳥市場或農場。蛋同禽鳥一定要煮熟先食。萬一喺外地被動物咬傷，一定要即刻求醫打針。旅途中如果發燒或者有呼吸道症狀，請戴上口罩，並按需要喺當地求醫。返到香港之後，如果係由登革熱受影響地區返嚟，14日內要繼續用昆蟲驅避劑防蚊。萬一覺得唔舒服，就唔好返工返學，即刻睇醫生，並主動話俾醫生聽你近期去過邊度。